大家好，我係 LL，我係聰安。開始之前戴個頭盔先。歡迎收睇玩具周報，我係你嘅客席主持聰汪。每個月我哋會為你精選6款玩具產品，喺旺角為你實地追蹤價格走勢。將時間交俾實習記者 LL。唔該晒聰汪，話都冇快入咗一個星期，我今個星期都係同翻之前一樣去翻旺角嘅信和中心同埋油麻地嘅現時點商場為大家做翻一個玩具嘅報價。今個星期嚟講，兩個場嘅人流都非常之多，行都行唔多咁滯，所以如果出嚟行下師兄就自己留意翻個人流啦。另外今個禮拜咧應該好多 Bandai 模型咧增翻咗，咁我見過睇過咧啲價格咧都相對都幾抵玩嘅，咁如果有興趣嘅師兄咧就自己留意翻啦。咁唔講咁多啦，以下就今日嘅玩具報價。Metal 雲高達 G Class 呢一款產品今個禮拜迎嚟最後一次報價啦。今個星期咧終於見到新低價，我哋喺兩個場裏面咧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個地方係有得賣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980蚊，最低價係580蚊。Metal Build God Gundam 原來佢嘅第二水修正版話都冇咁快咧，已經到達咗各大門市啦。我哋今個星期咧喺兩個場裏面咧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價錢可能因為呢個修正版推出嘅關係咧，所以上升咗少少。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299，最低價係2300蚊。跟住落嚟係超合金嘅小露寶50周年版本。呢一款產品咧，我哋已經報咗成2個幾月啦。直到今個禮拜為止，我哋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價錢其實同上星期都係差唔多，基本上都冇乜點樣變過。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680蚊，最低價係550蚊。下一款產品都係超合金嘅系列，佢就係超合金嘅朋友號。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咧，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最高價咧，同上星期基本上都係一模一樣，已經維持咗成2個月噶啦。咁但係咧，佢今個禮拜嘅最低價就上升翻少少。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698蚊，最低價係440蚊。Free Zero 新世紀福音戰士新劇場版 Robot 道13號機呢一款產品少貨量嘅情況咧，之前咧我哋幾個星期都已經報過噶啦。我哋行勻咗2個場裏面都揾唔到任何地方係有得賣，所以今個星期都係此貨暫缺嘅。咁由於已經2星期揾唔到價錢嘅關係，所以我哋下星期會必走噶啦。跟住落嚟又係復刻超合金嘅系列，佢就係超合金嘅巨靈神同埋 UFO Spacer。我哋今個星期喺2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有得賣。咁其實之前都報道過啦，呢一款超合金嘅產品咧，相比起之前嗰2款咧，其實價錢嚟講係硬淨好多嘅。佢今個星期嘅價錢同上星期都一模一樣，完全冇變過。佢今個禮拜最高價係798蚊，最低價係750蚊。跟住落嚟係 Metal Build 嘅產品，佢就係 Metal Build Festival 2024 Destiny Gundam Full Package Version。其實呢一款產品咧喺市面上咧已經唔係話太多地方有得賣噶啦。我哋喺2個場裏面咧都只係見到極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啫。佢嘅價錢對比上星期都係完全一模一樣，完全冇變過。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2980，最低價係2680。超合金魂 GX40 SP 6神合體超合金嘅50周年版本。今個星期咧，我哋喺2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已經推出咗成個半月啦，咁今個禮拜咧終於見得到佢嘅價錢咧落咗新低點啦。咁有興趣嘅師兄可以出去望一望。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2244，最低價係1880。Tomica Premium Unlimited 4驅小子嘅地平線。呢一款產品咧已經報咗差唔多2個月啦，咁但係咧佢嘅價錢咧一路都上落，大概10蚊左右。今個星期我哋喺2個場裏面咧，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而有得賣嘅地方主要都集中咗喺現時點嗰邊。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75蚊，最低價係65蚊。跟住落嚟都係超合金嘅產品，佢就係超合金嘅馬克高高高超級跑車馬克5。我哋今個星期咧喺2個場裏面咧行勻晒，都見唔到任何地方係有得賣嘅。完全估唔到上星期報完靚價之後，今個星期咧完全揾唔到，所以今個星期係此貨暫缺嘅。跟住落嚟呢一款產品終於嚟到最後一次報價啦，佢就係 SH Figures 真骨雕蒙面超人嘅龍騎。呢一款產品之前有觀眾要求我哋延長報價，於是我哋就延長多1個月啦。咁我睇翻呢1個月嘅走勢咧，其實見得到佢嘅價錢咧都冇乜點樣大上大落嘅。我哋今個星期喺2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以呢一個貨量嚟講，我哋都仲係堅持我哋嘅諗法。將來應該會有價錢下調嘅空間。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980蚊，最低價係750蚊。SH Figures 真骨雕 Wingman 呢一款產品都係唔需要多講噶啦，我哋每個禮拜基本上都重複講咁滯。我哋見得到咧2個場裏面咧都只係極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啫。佢嘅價錢咧對比上星期都係完全冇變過嘅。呢一個價錢咧已經維持咗成個月噶啦，都真係有啲悶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580，最低價係1050。Robo 雲嘅白色。
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依然都再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見到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輕微咁上升咗10蚊。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726蚊，最低價係498蚊。SH Fitgas 鬼滅之刃蝴蝶忍，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依然都再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見到其中一間鋪頭將佢嘅最高價都上調咗極多，咁我相信呢個價錢都幾難買嘅。調翻轉嚟講，我哋喺最低價嗰一方面呢，就喺現時點某一間格仔鋪揾到佢歷史嘅新低價。有興趣嘅師兄真係要落去睇一睇啦。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798蚊，最低價係450蚊。SH Fitgas 海賊王珠寶玻璃未來到彈頭嘅 version， 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依然都再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價錢呢，對比上星期都仲係一模一樣。講緊呢一個價錢呢，已經維持咗成4個禮拜噶啦。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480蚊，最低價係398蚊。跟住落嚟都係 SH Fitgas 嘅產品，佢就係超人太郎裏面出現嘅超人媽媽。呢一款產品已經推出咗1個半月有多噶啦，咁但係見得到咧，佢嘅價錢咧都幾硬淨。佢今個星期嘅價錢同上星期完全一模一樣。佢嘅最高價係798蚊，最低價係450蚊。跟住落嚟都係 SH Fitgas 嘅產品，佢就係拉克斯嘅駕駛服 version。今個星期呢一款產品終於唔係得一間鋪頭有得賣啦。我哋行勻晒兩個場之後咧，發現咗係2間鋪頭有得賣嘅。咁另外咧，仲要發現咗佢有個新低價添。有興趣嘅師兄咧都可以去現時點嘅格仔鋪度炒一炒。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899蚊，最低價係650蚊。SH Fitgas 嘅產品咧都真係多得幾誇張下，嚟緊都係講呢樣嘢。佢就係超人高斯嘅月神模式。我哋喺兩個場裏面咧，依然都再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亦都見得到佢嘅價錢終於回歸翻最低點。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440蚊，最低價係330蚊。跟住落嚟都仲係 SH Fitgas 嘅產品，佢就係星球大戰嘅 Obi-Wan 經典版。我哋今個星期喺兩個場裏面咧，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我哋今個星期見得到佢嘅最低價創咗新低。如果有興趣嘅師兄咧，可以走去現時點去炒一炒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531蚊，最低價係450蚊。跟住落嚟係一隻真骨雕嘅產品，佢就係蒙面超人嘅龍源。相信呢一款真骨雕產品咧，已經算係冇咁炒得過一隻噶啦。我哋見到佢嘅價錢咧，對比起預訂價咧，都只係上升咗100至200蚊啫。咁如果真係有興趣嘅師兄咧，其實呢隻後追都唔係太困難嘅。咁但係我哋就見得到咧，兩個場裏面咧就唔係話太多地方係有得賣嘅啫。咁所以睇嚟咧，貨量都唔係話太多。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780蚊，最低價係690蚊。SH Fitgas 機動戰士高達嘅馬莎呢一款產品咧，其實我哋上星期喺呢個新聞都講過啦。喺日本咧就唔知點解直崩得好緊要。但喺香港咧就發現咗佢嘅價錢咧就微微咁上升緊，不過我哋就始終覺得因為日本係咁直崩嘅關係咧，所以嚟緊香港咧都應該會有一落平貨嚟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699蚊，最低價係480蚊。另外一款 SH Fitgas 嘅產品，佢就係遊戲王裡面嘅暗遊戲。呢一款新推出咗2個星期嘅產品咧，我哋今個星期喺2個場裡面依然都再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見得到佢嘅最低價對比上星期咧又再下降咗少少。唔知呢款產品下星期嘅價錢會唔會再創新低呢？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458蚊，最低價係380蚊。跟住落嚟都仲係 SH Fitgas 嘅產品，佢就係我的英雄學院嘅麗日御茶子。哇！估唔到呢一款新推出咗2個星期嘅產品，我哋今個星期咧見得到佢嘅價錢咧已經下降咗唔少啦。其實喺香港買玩具咧都真係幾抵玩嘅。呢一款產品我哋喺2個場裏面咧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相信佢嘅貨量都應該相對地充足。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440蚊，最低價係368蚊。跟住落嚟咧，終於唔係 SH Fitgas 嘅產品啦，佢就係聖鬥士星矢聖衣神話 EX 嘅奧丁星矢。哇！完全攞唔到呢一隻咧，真係少貨得咁緊要。我哋行勻晒2個場裏面咧，都只係見到現時點裏面1-2間鋪頭有得賣嘅啫。見到佢嘅價錢咧，對比上星期咧，都真係上升咗唔少。如果各位師兄咧諗住齊套，而之前又冇喺 PB 預訂嘅話，相信都要食炒啦。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380，最低價係980蚊。跟住落嚟咧都係真骨雕嘅產品，佢就係蒙面超人嘅強者。哇！呢一款產品推出咗2個星期咧，佢嘅價錢咧已經係咁不斷咁飆升緊啦。就咁睇咧，佢嘅走勢咧，相信同之前嗰隻超和嘅 X 都好相似。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980蚊，最低價係720蚊。跟住落嚟都係 SH Fitgas 嘅產品，佢就係觀眾推介嘅鏈鋸人雷傑篇嘅鏈鋸人。呢一款產品咧，以我所知已經推出咗2個星期左右噶啦。我哋今個星期咧喺2個場裏面咧，都唔係話見到太多地方係有得賣嘅。就咁睇嘅話，呢款產品都好似幾受歡迎，周圍都冇乜貨咁樣。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380蚊，最低價係320蚊。
跟住嚟緊嘅係 Action Toys Mini 合金鐵人28號 FX 呢一款產品咧推出咗3至4個星期左右噶啦，見得到今個星期咧佢嘅最低價咧再創新低，我哋就咁睇咧網上嘅評價咧都偏向一致好評嘅，咁睇嚟佢價錢下跌嘅原因都係因為佢 IP 產品比較多選擇。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680蚊，最低價係600蚊。Free Zero Robot 道百獸王復古玩具版呢一款懷舊風嘅產品，我哋行勻晒2個場都唔算話太多地方有得賣。我哋就咁睇嘅話，都係主要喺 Big 4嗰邊有得賣，相信都唔係太多細鋪入貨。佢今個星期嘅價錢同上星期都係一模一樣，佢最高價係2409，最低價係2280。跟住要講嘅產品係 Jumbo Machine Leader 百變龍。我上去 Google Translate 咧睇翻呢個讀音應該係咁樣，咁如果係有錯嘅師兄就更正我啦。咁呢一款產品咧推出咗2至3個星期左右啦，咁見得到2個場裏面咧都仲係有唔少地方係有得賣嘅，佢嘅價錢同上星期都仲係一模一樣。不過見到咁多貨嚟講，相信佢都仲會有價錢下調嘅空間。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420，最低價係1150。跟住落嚟要為大家新加一款新嘅產品，呢一款產品咧係聰芒本身自己私心推介嘅，佢就係 DX 超合金超時空要塞7 VF19 改王者之劍熱氣巴沙拿特盔機火焰嘅女武神。我淨係噏呢一隻產品嘅名咧噏咗7秒啊，真係好鬼長。咁講翻啲產品先啦，我哋喺2個場裏面咧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嘅地方係有得賣嘅。我哋亦都見得到佢嘅價錢嘅 range 相差都比較大，佢嘅最高價同埋最低價咧中間相差好遠下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1851，最低價係1350。跟住落嚟到咗景品系列啦，嚟緊要講嘅就係 Grandista 鬼滅之刃嘅銅鑼。呢一款鬼滅之刃嘅產品推出咗3個星期左右，每一個禮拜咧佢嘅價錢咧都係咁節節上升。佢今個星期最高價又創咗新高啦，咁唔知下星期會點樣呢？我哋行勻晒2個場都見唔到話太多地方有得賣，相信佢嘅貨量都唔係話太多。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280蚊，最低價係180蚊。跟住落嚟都係 Grandista 嘅產品，佢就係一拳超人嘅奇玉。呢一款產品都其實有少少令我出乎意料嘅，真係完全估唔到咧，居然有店鋪咧會將佢嘅售價調高得咁緊要。講緊係調高咗離開佢嘅招股價成30幾個%。呢一款產品咧喺2個場嚟講都唔係話太多地方有得賣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140，最低價係100蚊。終於都去到模型系列啦，我哋跟住嚟緊要講嘅就係30分鐘少女戰線星者美希。呢一款產品我哋上星期先報完有地方特價之後，今個星期佢嘅價錢已經上升翻啦。最估唔到嘅就係連佢嘅最高價都上升咗，睇嚟呢一款產品都真係幾受歡迎。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269蚊，最低價係238蚊。RG Wing Gundam Zero 呢一款人氣產品模型，上星期咧係完全揾唔到地方有得賣嘅，估唔到我哋就今日咧行勻咗2個場，就喺信和入面一間鋪頭揾得到，而且佢嘅價錢都唔係話太高，所以如果有興趣嘅師兄嘅話，可以去揾一揾嘅。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285蚊，最低價都係285蚊。跟住落嚟都係要報 RG 嘅模型，佢就係 RG 嘅渣古爾初音未來 version。呢一款產品咧上星期咧已經揾唔到噶啦，我哋今個星期行勻晒2個場咧都依然都揾唔到佢有地方有得賣，所以今個星期都仲係此貨暫缺嘅。由於2星期已經冇得報嘅關係，所以我哋下星期會搣走嘅。跟住嚟緊嘅模型係 EG Wing Gundam，今個星期喺2個場裏面依然都仲係見到有唔少地方有得賣嘅，就咁睇佢嘅貨量都真係唔算少，都仲係幾多下添。但係就見得到佢嘅價錢對比上星期就上升咗少少，真係唔知點解啦。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79蚊，最低價係70蚊。跟住落嚟喺模型系列裏面要為大家新加咗一款新嘅產品，佢就係超級高人氣嘅30MP 福音戰士新劇場版綾波麗作戰服嘅 version。本身呢一款產品咧，我上星期應該要報噶啦，我直頭喺鋪頭睇住佢拆箱，但係咧拆咗箱好耐咧，都仲係未有定價，因為咧時間唔夠嘅關係，所以逼住要走。喺隔咗1個星期之後咧，我都見得到網上嘅評價大部分都係好嘢嚟嘅，咁咧都知道呢一隻炒硬噶啦。咁果然係啦，我哋去到2個場裏面都只係見到極少嘅地方有得買嘅啫，亦都見得到佢嘅價錢咧對比招股價咧上升咗唔少。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360蚊，最低價都係360蚊。終於去到 LEGO 嘅產品啦，我而家要報嘅係 LEGO 10365黑珍珠號。呢一款產品推出咗大概個半月多啲左右啦，咁見得到咧今個星期嘅價錢咧又再創新低。我哋喺現時點裏面都見得到大部分有得賣 LEGO 嘅鋪頭都有呢件貨去買嘅，相信貨源都非常之充足。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2399，最低價係2300。LEGO 72046 Game Boy 呢一款產品咧，我哋報咗1個月左右啦。我哋今日行過喺現時點裏面都仲係有大量嘅地方係有得賣嘅。佢最低價同上星期都係一模一樣，只不過最高價咧就向下調整咗啫。佢今個星期最高價係480蚊，最低價係450蚊。唔該晒 LL。
根據網媒消息報道 ，EVA 工作室 Carla 近日於 X 上面公開原畫，卻俾眼利嘅網民發現蠟筆小新嘅蹤跡。經網友深挖之後，發現當年作畫監督同部分動畫師都有同時參與兩部作品嘅製作，所以會走錯棚係相當之合理嘅。日本產經新聞及多間傳媒於星期四報道，由朝日電視台製作嘅超級戰隊系列將於2026年停播。新聞一出，震撼亞洲，港台多間主流媒體都有報道，亦同時震出大量隱藏粉絲，紛紛大呼可惜。面對咁大件事，我哋都應觀眾要求作出節目調動。下星期三出片同大家跟進討論。錢玩錢1週年大抽獎，第一彈大獎 RG 閃光高達嘅得獎者係 Joe8744，恭喜晒！另外參加獎 OP11 包嘅得獎者如下，請喺相關時段到 Inspon 門口領獎，為免混亂，逾時不候。錢玩錢1週年大抽獎，第二彈嘅大獎係 SHF 超級撒亞人孫悟空決戰開幕版。另外每位參加者都可以獲得 One Piece Card Game OP11 包，送完即止。參加方法好簡單，大家只需要留言你合適嘅 A、B 或 C 領獎時段就得。LL 會親自喺現時點門口派獎，只限有訂閱嘅朋友參加，每彈限參加一次。12月仲有第3彈抽獎，大家記得留意。另外，大家如果有邊間玩具鋪想我哋涵蓋報價，歡迎留言，地區不限。多謝收睇玩具週報，我哋下星期再見。多謝大家睇到呢度啊！鍾意嘅話，大家可以 comment、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咁下次記得睇我哋條片啊！拜拜。